新华山区一直有台南后花园的称号，尤其南168线观光的景点多，对新华老街、新华果菜市场、河头边的风景区、到新华林场、大坑休闲农场等，为了串联南168旅游的景点，甲着国地美食，市府观光旅游局新推出的台湾好行168河头边老街的线路，将对8月1号正式来开行。好行168观光公车的推出主要是我们168观光的这个资源非常的丰富，那也非常适合的这个公车的慢旅游。我们的景点有包含这个新化的老街，我们的这个台湾第一水库，还有我们现在所在地的这个新化的新果菜市场，还有我们这个大坑农场。那邻近的产业也非常的丰富像我们后面这个王家熏羊肉啊，我们这个蜜蜂啊，还有我们一些竹笋，还有这个鸡的这个料理都非常的有名那我想我们搭乘这个台湾好行168的观光公车路线除了可以漫游之外，也可以无价各无量。那在这里欢迎全国的好朋友来168台湾好行观光公车的搭乘。该路线对新市火车站到新化大坑休闲农场，全长16.3公里，行驶的时间大约40分钟，每天固定行驶14个班次。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，包括市府副秘书长殷思思、议员李伟智、甲着余主清，以及座位的立委、议员服务处的代表、观光旅游工协会等贵宾出席。徛伫个地方的产业，拢表示相当的肯定。甚至嘛有议员希望未来会用个延伸到做定。台湾好行它不只能够带动说，从我们市区做到我们的新化老街的部分，可以看到我们大坑有名的竹笋，那也可以知道我们这边有得到米其林的我们的王家熏羊肉，那更可以来体验大自然。我们的大坑休闲农场这边有一些住宿，还有在地最接地气的我们一些食农的一些教育。那所以我希望在台湾好行，不只是我们从新市这个站开始，那它有增加班次那未来我也跟我们的署长讲说，是不是说能够延伸到我们的左镇区，能够让整个观光壮大，能够由台湾好行带动整个我们台湾的后花园安家在一路行。我们台南是一个观光潜力发展无限的地方，也希望带动我们的住宿率，希望带动我们的观光，促进我们的地方的经济，也促进我们在地我们的小农以及我们在地的故事性文化的一个延伸。台湾好行168河头边老街的线路，不但串联代替甲着观光的公车，互来台南旅游的游客会用个行出火车站，就用个坐上台湾好行的公车，直接到新化南168沿线的浅山景点。不但有真侪旅游景点，而且还有各地美食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